用小組嘅形式咧去獻呢首詩歌。咁我哋嘅首詩歌咧就叫 You Raise Me Up， 咁係有英文同埋中文嘅歌詞。咁喺以賽亞書40章29節就大家聽我讀呢啲嘅經文。疲乏的他賜能力，軟弱的他加力量。31節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呢首詩歌就好似一個見證咁，即係當我哋喺孤單無助嘅時候，神咧就話我哋即係俾力量我哋，叫我哋咧係能夠企喺高山上邊，能夠經過風暴。什麼？只想